有人唯恐寡人的後宫不亂。大王，公子华求见。让他进来。是。孩儿拜见父王。华儿，你怎么来了？孩儿这几日苦思冥想，让工匠将我秦军的盔甲进行調整。如何調整？比如说步兵，他们的前胸、後背、肩膀易受攻擊，其甲衣由前甲、後甲和披帛等3部分合成。那騎兵必須便於騎射，其甲衣就比較短小，僅到腹部，沒有披帛。還有車御，他們的手、臂、頸易受攻擊。孩兒讓其甲衣不僅有前甲和後甲，還有手甲、臂甲以及盆領。好，華兒真能幹。函谷關大敵當前，孩兒願為父王分憂解愁。华兒，從小到大，你都沒有辜負過寡人的期望。只是你那個娘親，娘親又做錯何事了？你沒聽說過前陣子和氏璧的事嗎？宮中人人皆知。你那個娘親又在攪渾水了。父王，娘親糊塗，請父王寬恕。孩兒定以命相勸，讓娘親好好在後宮安分守己，不再做任何錯事。那就最好了。起來吧。謝父王。老奴拜見王後。大監不必多禮，有什麼話直說吧。王後以為老奴要說什麼？羋月中毒，大王尋找攝局之人，因為臣妾是宮中唯一有對症解藥之人，瓜里之嫌，難證清白。大王要臣妾擔責，臣妾就擔；大王要臣妾的性命，儘管拿去。王後覺得委屈，臣妾有口難辯。大王英明，並未輕易定案。大王禁足王後，派人封閉交房殿，也是為了謹慎起見。王後不管是否冤枉，但同樣要提防別人栽贓陷害。羋八字身體康復後，了解此事，親自破了和氏璧的迷局。他向大王力證，王後與此事無關，因此大王口諭，派老奴前來，撤了交房殿的侍衛。是羋月親自向大王力證？正是。這怎麼會？王後，這就是說，大王相信王後是清白的了。是啊。除此之外，老奴還有一句告誡。大監請講。秦宮歷來清靜，既無什麼秘制，也無什麼神藥，宮外不潔之物帶入宮中，那就是惹禍的根源。人往往是先自侮，而後遭人侮之；假自毀，而後遭人毀之。王後還是要事事嚴謹為好。老奴告退了。多謝大監提點。王後，大監是什麼意思？珍珠，隨我到寢殿，去把我陪嫁的單子都給我找出來。陪嫁的單子一直是在玳瑁姑姑那兒，玳瑁姑姑去了也沒來得及交代，不知道在哪兒啊。不，今日就算是把交房殿翻個底兒，
也得把那单子找出来。大监不是说王后没事了吗？王后为何反而要慌张起来？大监的话，我听明白了。若是要大王彻底去掉疑心，就要把我从楚国带来的东西交代得一目了然。快随我去。是。